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谢谢你替我发声，谢谢。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。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呢，来自于它的读者不断的解读。这些解读背后，其实一方面是对文化传承，我觉得更多的是给自己一种提醒、一种理解、一种领悟、一种关于人生如何度过的智慧。你好，洪老师。非常好。我们马上浙江行要开始了，想借这个机会，通过您跟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介绍浙江，介绍您的家乡。我的家乡呢是浙江绍兴嵊州那边有很多的小吃。我知道小笼包。对，除了小笼包，还有豆腐包，还有炸面，就是有非常多的小吃。然后我们那边呢是山比较多，有很多的旅游景点，像百丈飞瀑啊等等的。当然，像杭州这边呢，像西湖啊、湘湖啊等等，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大家如果想要休养呀，想要让自己身心放松一下呀，都可以去这些地方玩。我是浙江丽水人，丽水是秀山丽水养老圣地。既有那个舞榭瀑布，然后还有西施故里，欢迎大家来诸暨。是来自浙江嘉兴的，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走进嘉兴，红船上看一看，走一走。小时候看武侠嘉兴烟雨楼，舟山有一个东极岛是吗？对，有个东极岛，它的附近那个海域是特别蓝，然后它的那边的建筑都特别的原生态，欢迎大家去我们舟山东极岛玩。谢谢你们，打扰你们了。